国际消息来看，北约组织的秘书长去到乌克兰和总统泽伦斯基会谈，有讲到北约组织已经和军火商签24亿欧元的订单，强调讲会继续来援助乌克兰。原来罗西亚是宣布讲，明年的国防预算要阁增加70%。总统普廷甚至阁讲，要将因占领的乌东、乌南4个地区列入去罗西亚的国土。 北约秘书长李贝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，和总统泽伦斯基见面。伊提起北约最近和军火商签订价值24亿欧元的合约，其中10亿欧元是确定的订单，要买回关键弹药补充库存，让北约会当继续军援乌克兰。泽伦斯基嘛要求北约协助乌克兰提升防空能力。 Лише за минулу річ російські терористи використали більше ніж 40 шахедів і так майже щоночі продовольчої безпеки потрібна і відповідна інтенсивність тиску на Росію та відповідне посилення нашого повітряного щита. Today your forces are moving forward. They face fierce fighting, but they are gradually gaining ground. 苏托廷8日同时阵谴责罗西亚军队逼近北约的会员国罗马尼亚。罗马尼亚边境最近几礼拜发现罗西亚无人机的残骸，推测是攻击结业国乌克兰来对落，引起罗马尼亚当局忧心战火的小计经。事实上，俄乌战争了后，北约就加强东边的防线。不过最近斯洛伐克亲俄势力声势抢权，西方国家忧心，若是亲俄的民粹政党第30个国会大选选赢，会破坏北约对乌克兰的支持。同一天，罗西亚总统普廷和新当选的地方首长时顺，包括去年9月，和罗西亚占领的顿涅茨克、卢甘斯克、赫尔松甲扎波罗热，因为地方选举的候选人拢是罗西亚政府所指定的人选，乌克兰讲选举是有违法的。 Значимое событие, важный шаг на пути полноценного вхождения новых регионов в единое правов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нашей большой страны. 这些地区去年都已经举办争议真大的日落公投，结果有90%的票数支持日落。虽然普林讲最近举办的地方选举，和罗西亚更进一步走向全面统一，不过罗西亚并无全面掌控这个地区。另外，罗西亚嘛宣布。 2024国防预算会增加将近70%。政府发言人讲，罗西亚目前伫咧混合战争的状态，增加预算是绝对必要。公视新闻杨安编译。